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我哋係大家嘅主持高立同埋微塵。Hello，咁我哋係一個專門講粵語流行曲嘅頻道，同大家吹下水，講下香港嘅流行曲。最近本地嘅樂壇咧就好熱鬧。咁當中咧有3位咧大家比較熟悉嘅獨立歌手咧，即係林家謙啦、Tyson Yoshi 啦，同埋 Serrini 咧，都分別出咗新歌喎。今次我哋除咗咧簡單咁樣分享下對於3首歌嘅聽後感之外咧，都會講下咧各大唱片公司喺疫情之後好積極進取之下咧，呢3位獨立歌手咧仲有乜嘢發展嘅空間呢？首先我哋講下林家謙嘅新歌《春日部》啦。咁呢首歌嘅曲風咧，其實都好有 musical 音樂劇嗰個感覺。有啲人都覺得好似即係聽緊迪士尼一啲歌咁樣嘅。如果將呢一首新歌接住聽 Serrini 嘅 Into the Forest 同埋樹仔咧，其實個效果都幾有趣，真係幾迪士尼 feel 嘅喎。咁至於《春日部》呢首歌個旋律本身我都覺得幾流麗咯，叫做同埋中間咧過門嘅音樂其實有2條旋律線嘅，你會聽到。咁我唔知自己點解會想像就好似啲植物咧，植物之間趁住春天嚟啦，處處生機啦，咁就會鬥快發芽生長個感覺喎。咁又聽得下有陣時都會覺得係咪好似2個人喺度跑步鬥快，即係鬥衝線嗰時鬥快咁樣啦。咁其實都幾有朝氣嗰個感覺嘅，定係純粹2個音樂人，即係林家謙同埋蔡德才之間，佢哋喺音樂上喺編曲上嚟一場 battle 咯。咁歌詞方面其實都算係繼續貫徹緊歌者佢一向較為悲觀式樂觀嘅嗰種諗法嘅，亦都算係佢自己成日講啦，自嘲嗰種矛盾一生啦嚇。咁舉個例子啊，佢以往嘅作品《萬一你是個好人》裏邊都有啲悲觀式樂觀嘅歌詞嘅。而喺《春日部》呢首歌裏邊呢，悲觀式樂觀嘅內容就有呢啲啦。講到喺個唱法或者個演繹上面呢，呢次呢位樂壇男巫師呢，佢就走咗去瑞士山區，好似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加入咗 yodeling 呢種新嘅唱歌嘅方法，呢種嘗試啦。有啲聽眾呢，就聽完之後覺得好似哇，呢種 yodeling 係咪密集咗啲呢？咁有啲人咧就甚至乎話想聽個走 yodeling 嘅版本喎。咁我自己就會咁樣睇嘅。其實成首歌嘅 yodeling 嘅次數還可以啦嚇。咁但係如果再多啲嘅話咧，就應該係 over 咗啦。不過我又咁諗喎，如果成首歌裏邊佢第一次唱喜字同埋個掩字嘅時候唔玩 yodeling 到佢第二次再唱呢2個字嘅時候先至加入 yodeling 咧，會唔會嗰個對比會做到明顯啲，效果會好啲？咁又或者佢第時一唱呢首歌唱 live 嘅時候，係咪可以試下咁樣做呢？我諗係一個即係俾現場觀眾都一個新嘅感覺咯。關於 MV 嗰度呢，我淨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我睇好多次都睇唔明點解呢會中間有幾棵樹圍住一棵粉紫色嘅樹啊？做得係點解？可唔可以有人答下我呢？跟住就講下 Tyson 嘅新歌《1994》啦。今次咧其實唔係 Tyson 一個唱嘅，佢仲揾埋咧阿欣婷大哥一齊合唱嘅。不過主導嘅應該都係阿 Tyson 㗎。Tyson 呢首新歌《1994》咧，咁喺網上嘅世界咧反應好好喎。尤其是喺 YouTube 因為點擊嘅數咧，即係我哋錄嘅時候咧，都差唔多100萬㗎啦。係啦，呢首歌有幾個特點嘅，我哋可以值得講嘅。第一咧就係首歌個老味好重嘅。咁2位主角即係阿Tyson 啦，同埋阿欣婷大哥咧，都好有陽光味嘅。咁同近年咧，即係樂壇咧興嗰種陰柔啲嘅風格咧，就啱啱好相反嘅喎。咁第二啦，除咗老味之外，佢仲有好有港味好有 MK 嘅感覺添，特別係以前咧 MK 可能係貶語嚟㗎，但係嚟到2025年咧 MK 咧反而係俾到一種咧好親切、好貼地嘅感覺嘅。好啦，第三啦。呢首歌無論旋律、編曲都好有80-90年代嘅味道嘅。一開始嘅吉他聲咧就已經好有 Beyond 嘅感覺㗎啦。成首歌咧就令人諗起 Beyond 嘅灰色軌跡啦，或者係黑色圍牆嗰種感覺嘅。咁特別係灰色軌跡咧，就係《天若有情》嘅主題曲嚟嘅。咁都係講啲黑幫嘅愛情故事嘅，又有一樣有電單車㗎。即係其實同首歌係好夾嘅。咁其中一句咧，我卻笑説不想講太多嗰句咧，又令我諗起午夜怨曲嘅其中一句喎，就係變作了一堆草芥風中散。
有少少接近，口邊唔同。其實我聽過嗰句之後咧，我好想跟住咧就唱翻午夜怨曲嘅與你奏過午夜的怨曲嘅。咁其實唱腔都係啦。咁咧有時瞌埋眼聽咧，都覺得有幾分家駒嘅影子㗎。尤其是係中間嗌嗰啲位咧，我又會諗起咧歲月無聲啊，或者係海闊天空啊嗰啲 ending 位㗎。歌詞嗰度咧就更加明顯啦。雖然有啲人覺得啦，成首歌嘅用字咧好似好娘咁樣喎嚇。咁但係咧，你配翻成首歌嗰種80、90年代嘅味道咧，你就唔會覺得有問題㗎啦。尤其是一開頭嗰兩句啊，抬頭回望去，從不會後悔與唏噓。其實會諗起咧 Beyond 嘅大地嘅其中幾句㗎。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唏噓的感慨一延連。又係有回望啦，又有唏噓嘅，或者係灰色軌跡嘅。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後悔與唏噓，直情嗰5個字係一樣嘅。往事回憶戲街角，冷風襯托這一幕。又會諗起再見理想入邊啊，獨坐在路邊街角，有街角啦，係啦，冷風吹醒有冷風啦，跟住仲有一句㗎，過咗幾句之後咧，就在這刻想起往事，有往事啦，或者係午夜怨曲嘅，徘徊於街中，恐怕只得孤獨，尋回思憶中的碎片。跟住仲有幾句㗎，歲月掏空這軀殼，未覺空虛與失落。又會諗起咧，光輝歲月入邊咧，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仲有啦 MV 啦，今次Tyson 咧好抌本拍過 MV， 好有電影感，亦都有好多舊日港產片嘅影子㗎。包括旺角卡門啦、烈火戰車啦、極速傳說啦、無間道啦，最明顯啦嚇，成個 feel 咧都好有古惑仔嘅感覺嘅。咁咧唔單止製作好認真，亦都睇得出咧Tyson 係好想向昔日嘅香港流行文化致敬嘅。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咧，其實Tyson都兌現咗個承諾喎。咁佢即係喺網上面都講翻，就係話進燕括弧1994 demo 呢個完整版咧已經登陸各大即係平台啦，大家自己可以上去聽翻佢呢個 demo 啦。我都有興趣聽下。因為我都望過下咧，其實都唔差喎。嗰個多人睇嗰個排名都偏高喎嚇。咁另外咧，我都見到網上面有啲網民問呢首歌即係咁大迴響啦，會唔會係2025年即係今年嘅黑玻璃咧咁樣？咁呢樣嘢我哋覺得係要拭目以待咯。跟住我哋就講下 Serrini 啦，佢咧就選擇喺3月8號婦女節嗰日咧就出咗佢嘅新歌《有奶便是娘》。呢首歌嗰個曲風其實都算係另類啦，同埋都幾好韌嘅。咁如果你將呢首歌同佢其他之前嘅作品好似有錢嘅女人啦、女一啦、咩事呢放埋一齊聽咧，你覺得感覺都幾連貫嘅。咁而呢個新嘅作品《有奶便是娘》咧，佢一開始個旋律已經好洗腦啊。咁至於楊彤負責嘅編曲，我覺得雖然簡單但係簡單得嚟咧都好有趣味喺裏邊咯。咁同埋佢呢次唱嘅 groove 咧，同佢以往即係我正咪提嗰幾首歌啦嚇，唱 groove 我覺得一樣係咁好，即係其實 keep 到佢唱 groove 嗰種強項啊嚇，咁有一種摁下嘅感覺咯。有人話好似 Twins 嘅士多啤梨蘋果橙添嚇，不過呢種摁下感覺又好配合歌曲咧，即係話唔怕其他人批評，勇往直前嘅感覺嘅。歌詞上咧，其實都係從一個有態度嘅女性個自身出發。咁又抒發對某啲現象嘅嗰種憤怒啦，嗰種 rage 啦嚇。咁之後咧，佢又會指出翻其實女性都需要自強不息，需要自愛嘅。咁所以咧，歌詞裏邊就會咁寫啦。講到呢首歌嗰個唱法或者演繹啦，咁最初我睇個歌名嘅時候咧，我就會以為 Serrini 係會用一個辯士、一個 debater 嘅人設。好來勢洶洶，即係甚至乎有啲惡咁樣啦駁嘴駁舌去唱呢首歌，因為辯士啊嘛一個 debater， 即係會同你辯論嘅、爭辯嘅咁樣。咁點知佢會原來係選擇做一個反差嘅位咯，就係用一種吟沉沉帶啲自言自語嗰種方法去唱喎。咁咧同埋會可以聽首歌嘅時候想像得到佢係帶住反白眼嗰個表情，同埋即係串嘴串貢嗰個態度咯。咁我覺得呢個歌名都幾得意嘅，即係有翻少少咧當年即係蘇菲波霸珍珠奶茶嗰種感覺啦，即係擺明玩嘢嘅。咁但係歌詞咧就係好有近年咧
阿 Serrini 嗰啲風格嘅，即係要信自己啦，唔好怕批評啦咁樣嘅嚇，要不斷走落去咁樣啦。咁其中有兩句 I don't want to understand 同埋 I don't care to understand 咧都好重嘅，相信好多人聽完都會有共鳴嘅。至於個歌詞入邊咧，中段咧玩個含字嘅，咁一定諗到啲衰嘢㗎啦嚇。咁又會諗起即係 My Little Airport 嗰種咧，即係少少玩粗口啊、玩禁忌啊嗰種感覺嘅。有人就覺得好市井啦嚇，但係亦都有人覺得係地道嘅嚇。咁記得以前 Serrini 咧有講過咧，係好想即係學呢個 My Little Airport 嘅。咁但係近年嗰啲歌咧就好少呢一種感覺啦。咁今次可能佢就係想翻返去以前嗰 indie 時代嘅感覺咯嚇。關於個 MV 咧，雖然就成本率比較低啊，不過咧 Serrini 都會自嘲咁講喎。佢話咩咧？朋輩壓力，我 MV 都揸直升機。咁我諗朋輩係指邊個咧？係咪指 Tyson 嘅 MV 有啲炒車場面？咁而佢嘅敵人啊，林家謙個 MV 咧又飛天遁地咁樣樣。咁所以 Serrini 就或者會覺得，哇！就算我而家個 MV 係輸 budget，都唔可以輸陣啊咁樣。今次真係少低成本嘅 MV 㗎。其實我覺得可能係向呢個林家謙學習㗎。因為你知道林家謙有啲 MV 係動畫嚟嘅啫嘛。老實講，我覺得咧之前佢實在即係俾咗太多錢去拍 MV 啦。又請台灣藝人過嚟啦嚇，又去日本拍啦嚇。係咪物有所值咧？其實有啲人懷疑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個獨立歌手啊嘛。如果下下咁抌本用咁多錢嘅話咧，佢係咪可以長久咁樣走落去咧？所以我覺得有時咧，佢嘅資金係要用得謹慎一啲，即係學下諗仔就啱噶啦。嗱，當各大唱片公司喺疫情過後都好積極進取之下，咁其實以上三位作為一獨立歌手，其實仲有咩發展空間咧？咁或者講緊嗰個定位方向同出路係點樣樣咧？咁我自己都做翻一個少少嘅觀察加總結咁樣樣啦。譬如先講林家謙啦，咁佢譬如話睇翻佢春日部呢首歌咁，或者都感覺到佢似乎係中意繼續用一個魔幻啊、魔法做一啲嘅主題，即係以前係特倫斯夢遊仙境噶嘛嚇。咁今次有春日部啦嚇，都啲夢幻啲嘅感覺嘅。咁同埋佢係想繼續由一個自身嘅視覺出發去睇呢個大世界咁樣樣咯。咁唱法度啦，咁我覺得佢其實都係繼續想挑戰自己嘅能力有幾多啦嚇，同埋挑戰緊聽眾嗰個接受程度。之前填詞人 Wyman 咧就建議林家謙佢試下唱 Yodeling 啦。咁呢個 Wyman 喺網上面自己都 share 過呢個點嘅呢個 point 嘅。咁所以咧而家即係隔咗排啦，咁林家謙就喺首新歌裏邊《春日部》裏邊咧就試下加入呢個元素，即係睇佢自己可唔可以唱到 Yodeling 咧唱得好啦，同埋啲啲聽眾啊可唔可以接受到呢種唱法咁樣樣啦。第二個例子啦就係自從拉闊嗰次 Perfect Match 嗰次嘅演出。咁林家謙就試過唱女聲女 key 之後，咁今次嚟緊嘅 live 咧，佢就話想玩多啲女歌男唱喎。另外啦，市場上面定位或者嗰個做法，睇到佢都係即係舊年就出咗呢個國語碟啦，隱形式，咁就都叫正式踏足台灣市場啦。咁嚟緊佢仲會去台灣參加一個大型嘅音樂活動，趁機做宣傳添。咁順便都講下，其實即係啲人都話好耐都未試過有香港歌手去出國語歌，即係去打台灣嗰個市場啦。林家謙之後咧，譬如話 MC 佢都預告過，同埋欣婷大哥都即係兩位都分別會打算即係喺今年裏邊出國語歌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就睇下香港歌手喺台灣市場可以行得幾遠啦咁樣。如果作為一個少少嘅總結，俾我感覺就係、即係林家謙佢嗰種即係不斷去嘗試新嘢啦嚇，去挑戰自己極限啦。呢樣嘢我諗係可以幫我哋去預計到、預測得到佢將來喺無論作曲又好、填詞又好，甚至乎喺編曲同埋唱法上面，可能咧都會繼續即係所謂失驚無神啊，俾大家啲嘅驚喜或者新鮮感咁。我覺得佢自己都係追求緊一樣新鮮感啊、突破咯。我都補幾句啊。林家謙用呢個魔幻啊、魔法做題材，同埋用呢個自身出發咧去睇個世界咧，咁可能會容易中到而家呢個時代啊嗰啲人嗰個心理咯，即係有啲人想少少唔想理咁多世事啊嘛，咁所以呢啲歌咧可能反而係啱到佢哋嘅。第二咧就係台灣發展方面啦嚇，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好多香港歌手都應該要做噶啦嚇，因為係香港市場太細啦嚇，咁如果去台灣嘅音樂都係做得好出色嘅，咁過去台灣發展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跟住我哋睇下 Tyson 啦嚇，
咁除咗佢之前同古巨基合唱過《Second Favourite》第二最愛呢首歌之後咧，咁佢都喺自己嘅歌曲《Be Mine》嘅 MV 裏邊就同三上悠亞合作過啦。咁呢兩個都係佢嘅一個新嘅嘗試嚟噶嘛。咁今次呢首新歌1994個主題或者個賣點咧，好明顯都係一個叫做老味復興計劃啦，佢自己咁形容下。咁而從 MV 嘅製作裏邊咧，都睇到 Tyson 佢個興趣啦、方向或者目標係咩嘢，似乎都係想向演員同埋導演個方向發展咁樣樣咯。當然要講下佢個音樂定位啦嚇。咁其實我會覺得好大機會咧，就好似 Tyson 佢自己早排喺某啲訪問所講咁樣，即係會繼續即係未來繼續會即係同市場做一個妥協。佢亦都覺得呢一種妥協其實係一種個人成長嚟嘅。咁呢個妥協係咩咧？就係每年至少唔係做離譜嘅事係每年至少做一首超 ballad 嘅大路歌。咁咧就為咩事咧？就想鞏固翻喺佢自己喺音樂串流平台嗰個位置或者嗰個成績啊，起碼有人聽佢歌先啦嚇。然之後先至再做一啲可以講佢個人理念嘅作品出嚟俾大家去聽咁樣樣咯。好似有啲電影導演咁樣咧，咁就會拍一兩套咧賣座嘅戲咧去揾下錢嘅。咁揾到錢咧，咁就可以拍一啲自己中意嘅戲啦。嗱，跟住我哋又講下 Serrini 啊。咁雖然我已經有一次唔止一次應該話即係見到或者聽到人形容佢係一個鱷魚頭老襯底嘅人。咁但係佢最近分享咗自己喺本地樂壇嗰個定位或者人設喎。咁係咩人設咧？就係話好長㗎，慢慢讀。高學歷、堅強、勇敢、新時代女性、獨當一面藝術家，係咪好長咧？咁呢個係佢定位嚇。而且近期咧，佢都曾經以西裝有呢個造型，即係頻頻出現咁樣樣。大家都睇到佢嗰個風格想點樣走啦。我估計佢都會繼續努力跑數嘅。點解咧？咁先至有足夠嘅本錢繼續佢嘅興趣就係夾 band 呢樣嘢。咁同埋喺夾 band 裏邊，佢都會想繼續創作多啲重型嘅音樂啦，或者係啲叫做表演向嘅一啲歌曲啊。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咁先係能夠適合用呢啲歌比較適合喺大型嘅音樂節裏邊演出，即係效果會好啲嚇。我覺得佢似乎都希望可以幫自己透過呢啲做法啦嚇，行出一條路咯。呢啲可能唔係本地咁多女歌手會行嘅一條路，佢想咁樣行。咁當然啦，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佢應該都繼續樂意做兩樣，即係兩大興趣嘅。佢自己都講過嚇。第一樣咧就係做人哋嘅演唱會嘉賓，因為唔使負太多責任啊嘛，又有歌唱喎嚇咁樣。第二咧就係佢做開㗎啦，都係就係喺學校度講 talk，即係希望用佢嘅一啲嘅自身嘅古仔啊經歷啊分享之後，就可以啟發到啲學生咯。我覺得佢都幾適合做一啲一兩場嗰啲音樂節嗰啲表演嘉賓啦，或者係呢啲細場嘅表演嘉賓啦。佢把聲係喺現場聽係應該幾震撼嘅嚇。咁因為佢似乎亦都志不在紅館啦嚇，咁反而係細細地咁樣去累積經驗又好，累積觀眾又好，都係件好事嚟嘅。嗱，總之咧，我覺得佢哋三個人喺接近嘅日子裏邊出歌啦，加埋互相宣傳。就譬如話，好似林家謙最近喺 Chill Club 個投票嘅歌手相嗰度啊，例如林家謙喺 Chill Club 投票嘅歌手相嗰度咧，就用咗 Tyson 個樣啦嚇。咁好多人都問到底喺邊度搞錯咗嚇，即係換翻，即係換翻。但開頭大家個問號咁，黑人問號啊，到底係咪邊度搞錯咧？定係邊個玩嘢咧咁樣？咁嗱，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林家謙佢自己俾呢張相出嚟嘅話，似乎都係想幫 Tyson 宣傳首新歌嘅，因為時間真係好啱㗎嘛嚇，好吻合到多多少少咧都會收到個協同效應咯。頭先我哋講嗰啲咧都係我嘅睇法啫，咁唔知大家係咪認同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當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多謝大家。